父母留俾細路最大嘅財富係乜嘢呢？呢句話佢係咁講嘅。佢話呢樣嘢就係自己覺得幸福，自己活得開心快樂，有積極樂觀嘅人生態度。咁細路仔喺我哋身上就會睇到希望，睇到生命嘅美好。我哋每日充實積極咁樣去生活，細路仔就會模仿。嗱，教育咧從嚟都唔係要求而係影響。教育最重要嘅係兩樣嘢，一樣係愛，第二樣係榜樣。如果我哋嘅父母覺得唔快樂，細路仔就會好似犯錯咁樣，好似唔好意思自己快樂。所以千祈唔好將全部精力放喺小朋友身上，愛人先愛己。父母俾細路仔最大嘅意義，其實唔係有幾富裕嘅生活，而係喺平凡嘅日子當中嘅幸福感。大個之後一諗起父母，內心就會覺得溫暖啦。屋企咧亦都會成為細路仔永遠嘅心靈港灣。遇到挫折，翻鄉下休息一下，調整一下，內心就會有重新爬起身嘅勇氣。教育嘅真諦就係用生命影響生命，我哋自己發光，順便照亮小朋友啊！如果你覺得有收穫嘅話，睇睇我第一條視頻啦。